也係南投縣國上鄉2年1拜嘅大使陸順志，流行春雨建國嘅蔬菜，鑼鼓棒片、氣泡聲響無停。鬧熱嘅陸順志已經透過上鄉期盼9年嚟，鄉民除了感恩陸順保佑地方平安，也利用安尼嘅法統行銷當地嘅特產鹿茸。啊，你家咱的競標整個規則這樣子好不好？以1兩1000塊來起跳。陸順志法統嘅起源，係對當地嘅信仰中心國強講起，廟道主神係保佑農業小信、身體康健嘅神農太子。進修片神龛係伯公，呢尊伯公係慶祝福士頭裂片嘅神明。有一年吼，自己到鹿嘅，前喺隻鹿茸上，先講到隻年沙裏面吼，看到都講冇啲鹿茸，來採收下來做咗伯公嘅吼，大家就敬拜，因為伯公係保佑你大家人賺錢嘅個神吼，所以講當時都有啲人都跌高。強勢啊！呢啲桑田講，後面來鹿茸採收下來做緊啲伯公，大家嚟敬拜呢個心理上嘅寄託啊！大約行過1甲子，伯公下改建咗下屆國強，伯公每下也加一個新名。3、4年前，我貴莊人學路嘅簽到，所以睇建設簽好啲，當時伯公咧吼。所以見伯公乜拆睇，讓嚟起嚟見安尼5股隻廟，安尼伯公你係要搶啲嚟比方來吼，因為安尼呀伯公啊按照嘅歷史，吼本來大家安尼學路嘅人吼，你話對講大家成法過到千好，我哋建議講陸神。居民同伯公轉化咗陸神嘅信仰，確實有其嘅意義性同祭體性，因為國上鄉自此以來，因為台灣學陸10多嘅蔬菜。學嘅數量佔全國100客家，所以國上鄉正經係水陸嘅故鄉。國上鄉學陸嘅歷史，我對100萬年前講起，當時以前客家市民對北埔來量開墾，就開始打陸同學陸。睇老牙公留下來嘛，吼，因為牙公家想講點嘛，吼。做一條嘅山山嘅嗰種嘅生意啊，吼，種講做了感覺到以前啲北部嘅下來也想講嘅時間點喎，路上以前啊，因為啲南港村呢度路嘅，家做講攞啲時間就想講頭擺做大陸嘅點嘛，嗬，想講睇晒嘅種人講嘅頭擺點嘛，就打到哪嚟設定用嚟度嘛，陸皮拿去賣嘛。細隻嘅都嘅時間都開始安尼，啲牙公家都開始睇下每條標牙公嘅時，慢慢嚟見學定下來。42歲嘅林善章，全線加速幫人嘅學陸產業。佢講國上鄉有當好嘅環境，所以幾年來，當地學陸嘅產值當然攏是在上升。呢度後生嘅點我俾無條路嘅時間要嘛嗬。想講自家就到喺田地裏頭，按照講學路嘅人想講就冇，都市人故意多安尼，唔會有到都市，按照我睇下會慢慢見到學路嘅，係到啲學了3單嘅時間都嘅就冇，空氣啦、水裏頭就冇，仲冇嗰種嘅污染度啊，唔會像而家啲我嗰時間可能就冇，工廠度嘛，會污染到水源裏頭啊，空氣條。大概買批200鹿茸，居民攏會誠心感謝伯公，也就會見尊敬嘅陸神。伯公變做陸神，唔單止冇損到本來嘅信仰，還有伯公同地方產業做連結嘅特殊性。土莊下蔬菜，田東岸有太樹，一般來講，嗰片攏會有伯公。行檢看下啦，正見有一間伯公廟，不過本人感覺奇怪嘅係，做乜個廟規個本樹根包黑。起廟起來嘅時間嚇，屋當有上一條嘅榕樹啦嚇，可能幾種時間因為講，啲榕樹常常要來填伯公嘅嚇，就冇地獨鐵，漸漸嚇，啲榕樹因來因睇條嚇，佢見規個種到伯公廟包個千好勢。地杯壁了條種好，
虽然百万元嘅榕树根上年白公庙四位，不过就会庙门模，也就加添白公庙嘅传奇性。七甲尾万里配比，啊其又唔爱上下来吼，看到条个去吼，全部是去吃野的，人无拿刀的啦吼，拿刀的就是剁起。雇佣白公委托客家庄，也就系太湖村同福罗庄合兴村夹界嘅素材，所以来两拜日嘅居民两界促權農業，都將去看下太湖村嘅開發史，大約係到80萬年前嘅日本時代。佢講入邊咧開墾咧田地吼，較肥啊，哦，客家人就較散忙，較大病，啊，最有一種人上來入位吼開墾吼，來種禾嘅啊，我較正。啊！做來嘅都前一些做全部種水土。講到島內二次移民嘅客家社民，早年除了是開墾嘅苦，國靠常常面對同其他族群之間嘅糾紛同衝突。不過太湖村居民講，呢片唔是有安尼嘅問題。啊，老嘢好多人啊，就有一個互動嘅情形，就會講服務啊穩講啊，嘅好多人無啦人。客人較散忙，有陣時做乜來拜託，就按樣互動起來嘅時間，有事以來，人家為嘅客人啦，好多人，誒融合嘅程度吼，值得驕傲。驕傲嘅鹹蛋廠族群融合，兩個村所生產嘅粗水米品質同產量攏有當好嘅成績，所以關內有兩間居民所就協同比較，嚟了解到一片產業嘅重要性。限工嘅是，村民就托雇用白公船打載股，也係建立環境，一下相互之間無相處嘅問題，只有共同嘅信仰白公。而且保庇大家平安順遂，大家身體健康大漢。台中縣沙港鄉托大家河重要嘅統國期待，境內26000萬人口，客人佔1半客家。雖然受到921鐵通嘅破壞，不過咧竟然上網發展觀光，本點天嘅地方充滿活力同希望。呢個台中縣面積淺細嘅鄉鎮，大約有50萬間白公廟，所以項目期間就是嚟看到白公廟暴富漲頭。一般白公廟攏會拜白公，啊唔就拜白婆。唔過到香港有白公廟當貼片，底部還有拜白字。廟都神探，東安係白公，金秀片係白婆，左秀片就係收納棺木，笑眯眯嘅白字。本來冇白公嘅神像，而得排呢。啊，到尾又慢慢加白公嘅神像落去。啊，白公做到同人天寿都保佑嘅人啊，啊，仲話一概呢，學白婆都個落去咧。哎呀，白公白婆，跟兩公只，啊，仲冇來，哦，白字都落去啊呢啊。那時開始復製白字已經無人記得，不過實際確定嘅係，也反映定當地市民希望代代相傳嘅精神話語。啲白字落去哦，都是希望人家村民吼，得曬吼多子多孫啊，吼，你往擺是。耕田啊，做水果做好年力，吼，要人力啊，啊，白字落去是，哎，像這麼強嘅樣哦。土石港還有一間白公廟同聖人有關係，看下神探地擺，思想嘅白婆就難定聖人。清朝時代啊，我講係馮模範嗬來帶領台灣之時啊，啊先講地方嗬，我講係我實在話中間嗬，而家嘅安地方啊，吼，種多子啊，都種了喺度中間吼，係叫我走做帶唔去啊，還是講留一屆白公白婆土。聽講每下聖人界也愛在內，發現聖人行財，所以就開始有白婆男子嘅形象伴民眾來拜。不過傳統信仰當中，大部分嘅白婆攏無介意聖人，經過了解典故過後，居民就改變看法，
以後長沙有聲人來量，本北公北婆做旗幟，比如平安泰漢。北公信仰除了係保佑康健、比較村里農業土地自信嘅層面外，也有自然崇拜嘅意涵。像石崗鄉境內，重要嘅觀海宣言北寶尊，依水橋附近就有一間北公廟。唔過圖片看唔到廟。只有簡單嘅香爐、蠟燭同新茶杯，天公爐船上也只有一粒石頭伴民眾來拜。本來北寶尊係種田北公嘅，但北寶尊種田北公是係農田水利會，兩個北公啊，農田水利會嘅副主任，農田水利會咧冇開始就冇好來，所以咧就嚟啲用耕田來啲用拜爺。面對尊水拜爺。係感染水頭北公嘅特殊方式，是水飲出水源頭嘅技法，你下看得到氣體嘅行動。同石崗鄉強河壩嘅東西鎮係太普及嘅重要起點，文化嘅短短幾百公尺就有7間廟，其中嘅李應北公廟，嗰個係以造型特殊出名，對客家嘅素材看講下。10廠長嘅石壩就像一條龍，將會安尼安命。清朝土講嘅主言咁樣啦，嗬，按照先民嘅田太玉來台，按照天幾多呢東西角嗬，以前啲北公廟頭咧太過好啊好順，嗬，按呢下晡兩有一帶嗰個產水醬嗬，產水醬嗬，啲不就講有兩枚嘅嗰個李應一醬啊，按個外國嚟嗰個傳統史嗬。按來哦，按從來兩次播啊，按特別看到我李應按講特別作這位，我按作這不了哈，我按做太水這樣子幹入來了喂，哦幹入完了幾年就講啊，可能係美國人冇好好保護嘅兩枚咁個李應哈，啊他做水債係咪講做咗土債你嘛？按講講，哎，按就太太商量，按就全然計哈，按就用嚟太個好石頭哈。按就結到一薄，結一薄結好就了啦，慢結就結上按嗰個經驗嘅理念安尼顯哈。先民就同列錯石壩轉化做北公信仰，為下因為太急河解脫，列下石壩已經冇本來嘅功能。看下本石頭為正嘅神龕，地堡有慈祥嘅北公形象。廟嘅展示片係一般北公下較少看到嘅太歲天。你哋北公係我東岸日嚟信仰中心咪，哦，而且每日嚟講面頂設太歲見嗬，按你哋居民嗬，按啲地方嘅啲居民嗬，點燈啊，點嗰邊啲東下去配會，哦，按住俾按啲點啊嗬，唔緊係東岸啲嘅，咪依度外會嘅來點。無論係經驗、感染天公伯，亦係反映心靈話課。認識一間北公廟，就是嚟去了解地方歷史發展同居民生活習慣。呢就係台灣北公信仰當有採體性嘅特質。